8號嘅西南烈風及暴風信號咧現正生效嘅。喺下晝3點鐘咧，颱風海馬咧集結喺香港東北邊咧，大約130公里。我哋預料咧會繼續採取一個西北偏北嘅方向移動啦，就移入廣東內陸同埋逐漸減弱嘅。咁咧，我哋隨住海馬逐漸向北移動咧，咁我哋本地嘅風向亦都會轉為西南風噶啦。咁所以之前受地方屏蔽影響咧嘅地方咧，可能稍後咧就會轉為當風。咁所以市民咧要留意風向嘅變化。咁由於我哋預計咧同海馬相關嘅烈風仍然都會影響香港一段時間啦，咁所以8號信號咧仍然都會維持一段時間。但與此同時咧，我哋預計咧海馬會逐漸遠離香港啦，同埋佢會移入內陸減弱咧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會喺當香港嘅風勢有機會減弱嘅時間咧，喺今日嘅黃昏前後咧，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取代8號信號嘅。至於天氣方面咧，我哋睇到咧就其實咧今日下晝嚟講咧，香港都受住海馬嘅西邊嘅雨帶影響嘅，咁所以咧都有幾多雨量下嘅。咁咧就整體睇分佈咧，就其實香港今日下晝今日全日嚟講咧，大部分地區咧都錄得超過40毫米嘅雨量噶啦。至於天氣方面咧，就我哋預計咧，就今日受到海馬嘅雨帶影響啦，仍然都有大狂風啦同埋大雨嘅。風方面咧會吹強風至烈風程度嘅西南風。咁喺海面咧會有大浪同湧浪嘅，所以市民咧應該盡量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水上活動啦。